中史測驗，你同佢搞掂咪得咯。唔係啊，碼頭，中史我唔掂噶，屙屎我叻。有冇收線啊？男人婆，同我叫晒啲膊頭有花嘅即刻上嚟。頭我問佢，平定安史之亂，使唐室轉危為安嘅名將係 A 郭子儀 B for boy 啊，清唔清楚啊？係李光弼 C 李克用啊，李克勤。喂 ，A 就郭子儀 ，B 就李光弼。啊，邊兩個平定安史之亂？你答。郭子儀同朱溫，唔係喎，好似係李光弼同埋朱溫。哎呀，究竟係邊個安史？你郭子儀定朱溫啊？答我啊！哎呀，你搞錯，你查書。唔係啊，得啦，等多陣啊！喂，阿仔啊，係咯，朱溫吓，係啊，朱溫係邊個啊？吓？答案係 B 啊！個答案係 B 啊 ，B 啊！招我問啊 B， 你再同我問佢。啊？哦，牛李黨爭係咩？答我啊！答我啊！答我啊！又抄書啊！啊！牛李黨爭你都唔識，你讀咩書㗎？吔屎啊！講緊咩大機師啊？唔知啊。蘋果 Apple for A，咁都得。